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小朋友好，好哇，好开心哦！今仔日天气真好吼，但是早暗的迄个气温会较低啦吼，请大家身体爱保重穿衫嘛爱注意一下。听讲今仔日中昼会到30度，我是看气象报告的啦，大家小可注意一下吼。好，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伫遮30主日来敬拜你。阮要开始今仔礼拜，求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等下阮所看的、阮所听的、阮所吟的诗，拢有主你甲你的灵，甲阮伫阮的边仔，互阮有搁较侪的灵捌，来透过今仔日的礼拜，搁较来敬拜你、尊重你。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伫遮做伙来敬拜。伫咱敬拜礼拜台前，咱要来练习今仔日的诗歌。请咱掀开圣诗73首，这是咱这个月月圣诗，有唱过2遍，可能有较熟。咱唱第1节甲第2节。细汉人哪恁叫来听，天天地拢吟诗，真好消息保证世界，互恁大家大欢喜。早起山野清净所在，做做天使捌传播。那当年伫咱的城内，听这消息当好乐。听恁出声好乐吟诗，请恁广播愿知，这好消息阮来听伊，这大技术爱理解。上帝听盼世界情人，比你出世咱中间，做咱朋友我可稳当，欢迎安慰上帮赞。好，刷来，咱搁来掀开圣诗206首，206首。至悬的主，至悬的主做咱的王，做咱的光，万岁！好，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至悬的主做我的光，可以甲我救命，做我生命的大开来。啥物话互我行？虽然对着大天知影，我心拢无忧愁。虽然缘起多变攻击，我也自在无错。第2节的上尾这2字叫做无错。都是无惊吓的意思。伫咱的日常中间，咱定定去拄着艰难、困苦、伤悲。只要咱甲上帝做咱的主，互伊做咱生命的光，咱就有真多的快乐，大大的快乐。咱就会得到平安，甲无惊吓。咱搁来唱第1节甲第2节。至悬的主做我的光，可以甲
我真知影，我心拢无有转。虽然现去到边空间，我也自在无错。刷来，咱搁来献开圣诗243首。丁以色列族着照诚实讲，共款咱共款来唱第1节甲第2节。以色列族着照诚实讲，我不是上帝伸手照顾我，我不是上帝本心保护我。保卫攻击我，我大手起挽就可以吞去。你是有艰难，临到完辛苦，我大罪痛苦，永远到尾时。感谢主上帝，拯救我脱离对天的痛我，那向我耶稣。感谢上帝存出我的祈求。这首较无熟，咱搁来唱2遍。共款来唱第1节甲第2节。因以色列族着照诚实讲，我不是上帝伸手照顾我，我不是上帝本心保护我。对敌起来，保卫攻击我，我大手起挽就可以吞去。你是有艰难，临到完辛苦。我大罪痛苦，永远到尾时。感谢主上帝，拯救我脱离对天的痛我，那用我耶稣。感谢上帝存出我的手。好，咱练习到这，请咱安静咱的心，进入礼拜。
道真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我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咱要用的圣诗是新圣诗第73首。细汉囡仔，恁着来听；细汉囡仔，恁着来听。天顶地下拢吟诗，真好消息报正世囝，互恁大家大欢喜。早伫山野清净所在，坐坐天使捌传报。当逐年伫咱的城内听这消息，同学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三甲用主祷文来做咱的祈祷，请。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三甲来启用，咱要看的启用文是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篇。咱三甲来启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先信就得到称义。圣经原的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着无信伊，哪会求叫伊？着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哪尔啊水？
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过来吟诗，咱要吟的圣诗是第243首。恁以色列列祖照诚实讲，恁以色列祖着照诚实讲，若毋是上帝伸手照顾阮，若毋是上帝本身保护阮，当对敌起来包围攻击阮，发大受气，阮就互因吞去。咱起立来吟全首。以色列祖照诚实讲，我们是上帝伸手照顾我，若毋是上帝本身保护我，当对敌起来包围攻击我，我大受气，阮就互因吞去。迄是有艰难，领到阮身躯，那大水上漂，引阮到尾死。感谢主上帝，拯救阮脱离对敌要转弯，那拥有耶稣。感谢上帝伸手管领的手，阮只手照这对敌泄落网，阮目睭了去，生命无望，无望打破的灵魂的头绑，求求主上帝从这大主宰，阮可以命永远免受陷害。真济，这是献诗，咱要请助理了，伊要献的诗是《三个王》。
好，咱即时三甲来祈祷。至关荣耀的上帝，愿荣光拢归伫你，永我的爸上帝。你的囝儿用虔诚、诚实的心来敬拜阿罗你。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圣囝来到阮中间，主耶稣基督用伊的疼充满阮，互阮甲伊同死，搁同过活，脱离罪恶的捆绑，带领阮得到无比丰盛的生命。阮的心感谢无煞。愿你的生命永远得到尊重。求主怜悯甲帮赞阮国家的执政者、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互因的所做拢是上主看做正直的事，尽力追求和睦，常时有智慧甲能力来办理所有的事务，互老百姓过平安快乐的生活。搁一个月尾，台湾就要选出后一任的总统、副总统甲立法委员。阮同心为即届大选来祈祷，求上主将你的主权实现伫即届选举中，互有投票权的有满满智慧来做判断。选民所投出来、所受选的人，因拢是将百姓的利益放伫心中，摆伫头前。因是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来服务人民。也求上主带领规个选举过程会当平和来完成。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二主日，教会大大小小用欢喜的心来迎接救主降生。阮有要办理庆祝的晚会、主日的赞美礼拜，搁伫平安暝有报佳音。阮也要到兴隆照顾中心来传播好消息，互遐的住民。我们透过济活动来向社区亲友来分享上主救恩的信息，求上主互所有参与的同工有好有的准备，佮有充足的体力，将这上好的福音播扬出去。伫阮的中间，若有身体欠安、有病痛的，求主来医治；心内有烦恼的，求主亲自来安慰。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咱要做伙来看一位圣经，《创世纪》49章第1节到第2节。伫旧约第55页，《创世纪》49章第1节。雅各叫伊遐囝来讲，恁拢自执，我要将恁日后所会拄到的事，甲恁讲。雅各遮的囝，恁着自执来听，着听恁老爸的话。以上。这是讲道要请李和传道来做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雅各的祝福。感谢主，伫即个天气，安尼阁互咱大家会当组织伫遮，做伙来听伊的话。伫讲道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完主上帝，感谢你组织阮伫遮，互阮伫清早时会当听对你来的信息。求你看顾保守，互阮今仔日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伫咧讲道的一开始，要来甲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伫1867年的热天，伫咧屏东的一个竹仔骹的所在，遐有一个人叫做黄庆，就是阮庆。因为伊的目睭破病，所以伊去到高雄的基后的迄个所在。来，迄个医院来，想要治疗伊的目睭。伊经过几啊个月的治疗吼，伊毋但目睭得到医治，伊阁听到道理，就是福音。伊伫即中间，阁甲伊的朋友做伙分享即个信仰，然后因两个就做伙去
东港迄个所在的教会来参加聚会。经过几冬的时间，经过一冬了后，因两个就大有热心，讲安尼我要回来阮的故乡来起教会，所以因就走转去屏东的底下遐起一间教会，就是即马屏东的底下教会。然后因阁开始邀请附近无共款的族群，包括客家的族群，做伙来到教会做礼拜。所以伫咧历史的记载内底，伫咧迄个时阵有侪的信徒，无共款族群的遮的信徒，拢互一个叫李修牧师，李修就是一个外国的传教师，互伊来洗礼。即个故事就是我的祖先的故事。若无算毋对，到我即代，互恁摇安尼几代啊？第5代，过来，再加嘛。第8没有，再来。第9代，哦，因为阮即官可能较敖生，所以生较紧，嘿。所以到我遮已经是第9代。这嘛是有一当伫咧过年的中间，迄个咧算迄个族谱的时阵才发现的。所以你看哦，因为一个人的信主，因为一个人迄当时的决定，直到现在世世代代，阮厝内的人，拢伫即个稳定内面。嘛，直到今仔日，我会当阁继续伫即个信仰的稳定内面。今仔日的经文讲到啥物故事？伫咧创世纪内底，顶礼拜已经讲，雅各伊收约瑟的2个囝，成做伊的后生嘛，对不对？而且来分财产互因2个。过来今仔日的故事要讲到，就是讲雅各叫伊村的遮个囝，拢做伙来到伊的面前，要来宣布伊要死进前的即个祝福。但是我看了规章了后，我发现一件代志，这敢真正是祝福。因为今仔日的经文吼，2节尔，因为后壁都落长，所以我等下会讲，恁着听看觅，到底是毋是祝福？为虾米我安尼讲呢？当咱经过4000几年的时间吼，咱看圣经就会知影，迄当时雅各的即个祝福，其实某一个程度来讲，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对因未来会发生的代志所来传讲的一个信息。所以伫即中间，咱要来做伙做一个创世纪期末考吼。咱已经创世纪要讲到了啊吼，来做一个期末考，看大家敢会记得到底雅各伊的后生拢做啥物代志吼？好，第一个后生，雅各的大囝，雅各的大囝是啥？吕便。伊讲伊因为啥物代志，无法度来承接即个祝福，就是亲像啥物大水。伊的私欲亲像大水，然后伊甲因老爸的某有乱伦的关系，直到因为安尼，互路边即个人伊失去大囝的即个名分，失去大囝的祝福。所以当咱来看后来以色列12支派的迄个故事内底，咱会当看到讲路边伊的后代是上无影响力的一个支派，甚至因后来分到迄个土地，伊阁互摩仔人去占去。伫咧《申命记》嘛有记载讲，路边伊的支派的人，因为愈来愈少，所以直到后来无啥物记载。这个原因是啥物？是因为伊伫私欲顶面放纵私欲，然后伊可能无改进，所以就变做安尼，对。伊得失着伊老爸，然后失去即个名分。过来第二组，即组就是。西边甲利未吼，因两个做啥物代志？因两个是毋是因为雅各的查囝迪娜，伊去试剑的时阵去受到侮辱，对毋对？受到侮辱了后，伊两个兄哥安怎？伊两个兄哥走去甲试剑的人拢抬死，对毋对？所以伫遮看到就是雅各伊讲，我的心是毋通甲因共谋。我的身份毋通甲因参详，因为伫受气的人，因为因伫受气中杀死人，乱互挂断牛的大腿筋。雅各的即个意思是要讲啥物？就是伊无愿意甲即2个囝的行为绑做伙，
伊无想到伊无想要互即两个囝的行为来影响到伊。即个牛筋的意思是啥物？即个牛筋毋是咧控牛肉面的迄种半斤半肉迄种牛筋哦。即个牛筋是讲，伫咧比如讲，迄当时的人，因认为做领袖的就是牛，所以遮去抬断人的牛筋是代表啥物？你去抬人的迄个领袖，就是伊讲，主要是要讲的，就是伊去抬死遮事件城遮的领袖。这是第一个讲法。第二个讲法是啥物？雅各伊本身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嘛，对毋对？恁安尼，恁两个即款行为拖累着我啦，所以我无爱甲恁有即款的关系啦。即个中间的话，就亲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道路。伊伫即中间想要甲伊两个囝即种歹的行为做一个分别。所以伫遮嘛会当来看到，就是即两个兄弟伫咧大生气的过程中间犯错。嘛，因为安尼，因所得到的，毋是祝福，是咒诅。雅各伊即两个囝的子孙受人分伫其他的所在，伫遮看到，你看，伊西面伊的所在伫倒？是伫犹大的内底哦。所以伊有家己的所在，但是伊毋是亲像别人得到一块土地安尼。啊，利未是互人分散伫48个城的即个就是伫以色列48个城的大个城市安尼，所以伊嘛无得到家己的土地，这是因的结果。拄仔讲到即三位，拢是受到一个较无好的嘛咒诅嘛好，也是讲是一个对因较早所做的歹的一个宣判。这是因所得到的效果。过来，咱要来看犹大。犹大，伊是一个内底转变上侪的人，对毋对？伊嘛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因为伊较早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然后伊因为后来的代志，伊的甲新妇的迄个代志了后，伊有悔改。伊悔改了后，伊就开始专心来，我感觉伊有开始认真来面对即个伊老爸所传予伊的即个信仰甲即个上帝，嘛因为安尼，上大的祝福是要祝福犹大哦。即个祝福是啥物？就是耶稣基督要对伊的家族内底来出生。这就是上大的祝福，就是永远的君王耶稣基督要伫伊的民族内底来降生。过来，咱来看雅各的搁一个囝叫做西布伦。西布伦就记载就较短，伊就讲伊会伫咧海口的土地，然后佫会成做一个船所停的一个港口，并且土地佫会跨到西部甲北部，所以咱会看见哦，伊原底伫遮，后来拖到这个西顿的即个所在，吼，所以就变讲海边即个所在，拢成做因的一个土地，吼。那伫遮嘛会当伫咧士师记内底看到雅各的即个祝福，伫咧士师记来实现。过来要来看到的是以撒家，伊讲伊是一个勇壮的驴，伊爱安静徛起留伫肥水的土地。伊遮要讲到的是啥物？就是伊有属伫伊的土地，伊的土地伫遮。但是，然后即个土地，伊受到迦南人的攻击，嘛递到即个土地，互迦南人去抢去。但是后来，因阁有抢转来。但是伫即过程中间，因为即个所在是人贸易的经过运送遐个物件的所在，所以遮的以撒家的人后代，拢诚做替人搬遐重担、搬遐商品的一个工人。所以伫遮嘛会看去讲。雅各对因的即个应允甲祝福，嘛伫即个历史的过程中，豆豆咧实现。过来即个但是即个支派真特别，就是雅各伊宣告讲，但会为着家己的人民来主持公道。这伫地会发现，伫咧士师记的时阵，参孙就是但即个支派的。因当着非利士人的压迫的时阵，最后参孙
伊透过一个人的溃烂，杀死侪的非利士人。嘛，伫即中间，啥物？即个祝福的实现，就是但会替家己的即个人民来讨公道。过来，咱来看即个支派为虾米足可惜的，就是伫咧头一个开始，即个但即个支派嘛是12支派内底第一个走去拜其他偶像的。伫咧以色列王国的时阵，咱北国当咧分裂的时阵，北国即个10个支派，因伫但即个土地顶面来起一个圣殿，来拜金牛。嘛，因为安尼，即个支派伊嘛渐渐来失去上帝的祝福。最后，所以伊嘛来失去即个敬畏上帝的心啦吼。所以最后，咱嘛伫咧启示录的记录内底找无但即个支派的记录。嘛，可能是因为安尼，当雅各伊看见即个子孙的未来的时阵，伊真烦恼，伊甲主讲啥物？上主啊，我咧听候你的拯救，诚做伊对即句话，诚做伊对伊家己的囝替上帝求救的一个祈祷。过来，咱要来看一个迦得。迦得的祝福是因虽末会受到对敌的攻击，但是因会反倒转去攻击对方，而且得到赢。所以伫士师记内底，嘛会当来看到因来拍赢亚捫人，而且搁伫咧历代志上，嘛会当来看到讲有记载，即个支派有侪的勇士伫因的中间。过来亚瑟伊所得到的祝福是伊的土地要产真好的土产，要诚做王宫内底真好的食物。这就是对亚瑟来讲一个真简单、真水的一个祝福。伊嘛诚做有福气的人。拿弗他利，伊讲伊是一个母乳，伊会生出真水、真美好的路仔囝。这就是互咱想起讲，伫咧摩西咧要祝福这12支派时阵，对拿弗他利讲的，就是恁有充足的恩典，恁有充足的恩惠，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过来约瑟，约瑟讲伊，雅各讲约瑟伊亲像水泉边仔的野驴，亲像山峦顶的野马。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吼。你真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因为你总是徛伫一个大家拢会注目的所在。但是毋免惊，因为雅各的上帝，我的上帝，诚做你的保护者。我的上帝，互我的祝福嘛，诚做你的祝福。我的帮助嘛，会诚做你的帮助。因为约瑟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嘛因为安尼，雅各的上帝。就完完全全诚做约瑟的上帝，这款的福气，这款的祝福，就完完全全来传予约瑟，互伊诚做大有福气的人。最后来看便雅悯，便雅悯诚做一个真凶猛的一个豺狼。当咱咧看以色列历史的时，确实看到便雅悯的后代，伊所徛起的这个所在，伊这个所在吼，伊是伫迄个较早迄个森林内底。山顶、山区啦，嘛因为安尼吼，互便雅悯即个支派的人拢真够战斗。所以伫遮嘛看去伫咧以色列即个历史中间，便雅悯诚做真强的一个战士。然后搁伫士师记内底看见一个士师叫做以弗，即个士师伊杀死摩押王，而且伊来拯救遮个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阁有出人物，第一个以色列国王，谈多小朋友唱的，来第一个是谁？哎，赞，好，所以第一个是扫罗嘛，对不对？伊就是出自便雅悯支派的。过来有迄个以斯帖，伊嘛是，甚至到新约的时阵，阁有一个人讲伊嘛是出自便雅悯支派犹太人，是谁？就是保罗。但是伫咧士师记的记载内底，所有记载一件对便雅悯支派无好的消息，就是讲便雅悯支派人，伊嘛即中间嘛是有败坏的人。所以恁敢会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利未人去到便雅悯支派迄个所在，结果去遐住的时阵，有人要走入来，甲即个查甫的安怎交合，然后迄个处讲袂使，这是我的人客呢，无我吼。
我有我的迄个女婢，啊，而且伊嘛有一个细姨，安尼拢互恁出去，互恁看恁要创啥，互恁去，啊，恁莫伤害阮两个。啊，然后即个利未人的即个伊的即个细姨，互人诱去你外口，然后就互人折磨到死。然后即个利未人，伊就将即个伊的细姨的尸体分做12块。送去12支派，了后其他的支派听到即种足恐怖、足残忍的故事，因就围起来要攻击便雅悯支派。嘛，因为迄届的战争，便雅悯支派险啊袂足。最后雅各伊交代了遮的后事了后，伊就倒伫眠床顶，然后开就转去啊。雅各伊所留的。到底是互伊的囝的是祝福，还是对伫未来的一个预言呢？当咱看整个以色列12支派历史的时，咱会发现讲，一个人的决定，真正会来影响到后代的发展。若是伫那受侮辱的迄时，雅各伊有出声，伊有来处理，伊的囝可能袂做出即款真无好的代志。若是路边，伊无去甲伊老爸的某来乱伦，是毋是伊就袂失去真做大囝的迄个祝福？若是约瑟伊无坚持即个信仰甲上帝的关系，安尼伊的家族要安怎来得到拯救？佫毋免讲伊两个囝得到上大的即个祝福。所以当咱看见雅各伊伫咧临终的时的祝福。这真做一个传承，更加是一个亲像一个提醒，就是讲，甲家己的囝讲，恁着保守恁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歹势，因为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发出来的，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发出来的。若是安尼，现在的咱所做的选择。会影响到咱的后一代啥物？咱所做的选择会影响到咱的后一代啥物？咱的行为会影响到咱的后代行啥物款的道路？这个问题，留互各位兄弟姊妹长期来思考。若是这个信仰真正是传承的祝福，为什么咱的后代时常唔愿意来接受这个祝福甲稳定呢？若是咱所要传的是祝福，是稳定，为什么伫教会内底要传承，煞是遮尔困难？是毋是因为咱的后一代伫咱的身躯顶看无即个信仰，伊是一个祝福，煞是一个担当？有时阵可能回去厝讲啊，今仔雨伞够忝的，以后莫遮侪雨伞好啊。还是讲啊，工作遮无用，算啦，即礼拜莫去好啊。啊，即个月吼钱可能无够用，先莫奉献，上帝先欠咧。有时阵咱会有侪即款的声音出来，甚至伫咱的行为中间显出咱对即个信仰无全然的相信。其实咱有时阵咱信上帝，但是咱毋是完全的相信呢。当咱过圣诞节的时阵，伫咧大港节期的第2周，咱咧迎接上咧出世降生伫咧世界，迎接耶稣基督，伊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诚做道成肉体的一个上帝，甚至连伊即个死过活上天，在座大家拢相信啊！啊，连遮尔含的代志，恁拢相信，但是咱煞无法度。将即个生活中间的所有的代志起做伫即个相信顶面，信仰者的神迹奇事，咱拢有相信，咱嘛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咱伫生活的困难中间，咱无法度完全的相信，无法度将即个信心放伫即个信仰顶面。最后，这会发互咱的后代看见啥物？这会互咱的后代看见。咱的信仰，敢会只是一个
心灵寄托尔。其实咱的信仰毋是一个心灵寄托呢，若是心灵寄托尔。咱的信仰是一个咱甲上帝上真实，每一工生活做伙的即个关系。所以，若是耶稣基督是为着咱的罪来受钉死、受鞭拍，然后互人钉伫十字架顶面，咱会发现耶稣伊是完整的。但是有时阵，咱伫即个信仰，伫咧教会内底，伫咧生活中间，即个信仰咱可能只是完一半，甚至完2/3，安尼完较济小看。但是若是安尼，咱阁要怎样来期待咱的后一代？后一代对咱的心上看起即份信仰是祝福。若是安尼，咱要怎样来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无法度讲伤济，但是我要讲的是，若是若是咱有愿意将即个信仰放伫咱的心内，你会发现讲，若是你的囝儿考试考无好转来，你毋是讲来少一分打一下，你可能会想讲，若是耶稣听到即件代志，伊会怎样去做？若是耶稣看到你即个失望，可能是失败的囡仔转来时阵，伊会怎样做？咱有需要将耶稣基督的心，伊会敢讲带落来到咱的生活中间，成做咱的一个生命的主宰，甲一个判断的真理。若是咱伫即中间，毋知影要怎样将这个信仰带入去到咱的生活中间，安尼咱会当来参加主日礼拜，嘛会当来参加查经班。甚至是讲，咱若伫翁仔某的关系中间，咱毋知影要怎样做，会当来参加亲子小组。若是伫咧职场顶面，毋知影要怎样来行出基督徒的性命，咱教会有社青团契。若是遮顶遮侪的教会，侪的团契，拢无你感觉无法度针对你的需要。咱的教会嘛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职。正当工拢会当成做恁的属灵的同伴，做伙伫咧生活中间，做伙来敲碎，啥物是耶稣定着伫咱的生活中间，要互咱来行出来即个生命的款式。所以教会伊所建立的即个目标，毋若是要传福音尔。另外一个真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成做恁每一位兄弟姊妹上大的后盾，就是讲帮助恁。装备恁，一直到有一天，文山教会会当来成做，互恁将艰苦、悲伤、目屎，拢带转来到即个教会内底，然后来装备恁、安慰恁，帮助恁有一个新的气力，去到恁的生活中间来做工做盐，成做万人的祝福。所以伫遮嘛业配一个，若是教会有开遮个查经班啊、课程啊，也是有聚会，欢迎大家做伙来踊跃来参加甲报名啊。真希望大家当透过即款的参与，更加来明白到底耶稣会怎样做，到底耶稣伊会怎样来行出伊的疼。我相信，一个受到圣神的引带的人，伊的生命就会发出基督的芳气。嘛，因为安尼，基督的疼伫咱的心上，咱的囝儿，咱身躯边的人，因会感受到咱身躯顶的即个信仰，伊所传承的，真正是祝福。是满满的稳定，是无至到绝望的一个望。嘛，因为安尼，伊会讲一句话，因会甲你讲，若是我要成做基督徒，我要成做亲像你即款的基督徒。若要成做一个基督徒，我要成做甲你共款的一个基督徒。过来另外一方面，我嘛要甲少年一代讲，恁的选择，拢会成做未来恁所领受到的祝福，也是。救助，这并毋是咧恐吓恁。咱看见犹大的生命的悔改得到上大的祝福，嘛看见约瑟对伫上帝的忠心，互伊得到满足的祝福。所以传道嘛要来鼓励所有这少年一辈的兄弟姊妹，恁现在每一个选择，拢会影响到恁。我嘛做少年，你影响到咱，要安怎来承接到即个上帝的祝福？若是恁若有想要伫恁的生活中间得到即个祝福，若是安尼，恁咧伫恁的决定中间加入恁对上帝的一个祈祷，
你若想要伫咧读册顶面得到祝福，安尼你伫读册进前，你爱祈祷啊，求上帝赐你智慧啊，然后赐你专心，莫去撸手机啊。然后，若是你想要求上帝帮助你，甲人的关系、你的感情顶悬会当得到祝福，安尼你爱先安怎？祈祷求上帝，互你看见伊的疼是啥物款的疼。你有法度疼你家己，你嘛有法度用耶稣基督的疼去疼你身躯边的人嘛？若是你要伫咧一场顶面受到祝福，安尼你爱求上帝，你爱祈祷。逐工你出门要上班之前，你爱祈祷，求上帝伫今仔日你所发生的代志内底，用上帝的眼光来面对这一切的代志。所以重点就是。每一位兄弟姊妹，少年一辈的兄弟姊妹，恁的决定拢爱加上，将上帝成做恁生命第一位。所以，当来到这个前言吼，我讲我是第9代的基督徒，但是我时常吼讲我是第1代。为虾米安尼讲？因为这个信仰吼传承来到我遮，但是若是我无珍惜，若是我继续做歹的代志，我就会失落这份祝福。甚至这份祝福会变做一个咒诅，所以我讲我是第1代，我讲咱每一个人拢是第1代，因为咱伫这代，咱伫阮这代的生命中间，咱来起着甲上帝美好的关系啊。嘛，至到当咱有甲上帝一个真美好的关系的时，咱后代就会看见这份信仰真正是稳定，真正是祝福，所以因也愿意来甲你的上帝起着一个关系。这就是阿伯拉罕雅各、阿伯拉罕以撒甲雅各一代传一代的祝福啊！每一个因毋是讲阮的祖先得到啊，我就无去领受，我就无去经历。每一个人拢经历着上帝的引带甲带领，起着甲因家己甲上帝特别的关系。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第1代，因为咱每一个人拢要伫这代起着咱甲上帝上好的关系。至到互咱的后一代看见，这毋是重担，这是祝福。这时刻，嘛要邀请恁若有愿意，咱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我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恁若有愿意，将这份祝福伫你这代甲上帝做伙来起做。我邀请每一位兄弟姊妹，将恁的手放伫心内，等下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这份祈祷是一个宣告的祈祷，是一个呼求的祈祷，邀请圣神的祈祷，求上帝全然会来成做咱的主。咱无爱阁相信一半尔，咱无爱这份稳定甲祝福，成做是定罪，甚至是重担。求上帝完全来得到咱的性命，因为主啊，阮愿意，咱做伙来祈祷。用听来去应阮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无论对家族所传落来的祝福，也是因为别人的分享，互阮来得到这份一生上大的祝福甲稳定。阮愿意伫这时邀请你全然来成做阮生命的主宰。阮愿意将阮的生活中间一切的选择，拢将你放伫第1位。阮无愿意这份祝福就伫阮的这代来结束、来失落，也因为安尼，阮愿意来背起这个传承信仰的责任，求上帝伫阮的生活中间，透过圣神时刻的引带，甲阮全然的顺服甲军队，互阮真实来活出这份信仰美好的澎湃，互阮身躯边的人。因为看见阮的生命，就互你的疼来吸引，也愿意做伙来经历着这份信仰上水的祝福。主上帝求你帮助阮的生命、阮的家庭、阮的教会，拢成做传承这份祝福的器皿。这是阮上大的祈祷，求你来扶持、帮赞。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呼求，成做咱对上帝一个呼求。我们同行
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我们要看到复兴，我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彻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王哥对头来一盖，主我们同心，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咱这会用祈祷心来唱，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彻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主啊，这是我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上帝，这是阮的祈祷，阿们。咱这时个来吟诗，要吟的诗是新圣诗第206首，至高的主做我的光。至高的主做我的光，佮伊甲我救命，做我生命的大快乐，啥物会互我惊？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虽然地铁大
真侪，这是咱来奉献。真侪。好，咱来读即礼拜的经句。伊周表的第2面，好，咱做伙来。就将你的代志交予耶和华，搁我可以，伊会互你成。诗篇37篇第5节，搁就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我可以，伊会互伊成。诗篇37篇第5节。好，这是来报告。咱先来看第3面，咱后礼拜圣工的分担。第1礼拜领唱是赖韵如长老，属类是彭兆昂执事，诗情是苏韵伟姐妹，献诗是社青甲麻辣团契，书献是郭金敦，执事甲赖韵如长老，交代是郭金敦执事甲徐崇模弟兄，音控是施浩轩甲周丽娟弟兄。咱后礼拜拜3的查经祈祷会，主理是郭牧师，书会是赖韵如长老，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卷第16章。后礼拜，咱要请陈宪林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善待牧者迎圣诞，请咱来伫厝里准备遮个经文。
咱来看第6面，咱的教会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主日吼，请咱继续准备心来迎接主耶稣的诞生。第二，圣诞节的活动吼，请咱大家来注意有哪踊跃来参加。第三，咱有报佳音的报名吼，咱要伫12月24暗暝8点要伫普罗旺斯社区报名，吼，请要参加的，也是要接受报佳音的家庭，拢做到1楼柜台来报名。第四，献花的通知，吼，咱已经有2024年献花登记表已经放伫柜台，请兄弟来登记。第五，圣光事奉表，吼，咱后一期的圣光事奉表要伫12月15进前来交互干事来做准备。第六，一个提醒啦，吼，就是完成年度的奉献。咱今年的12月31号是礼拜日，所有财务组直接提醒咱兄弟当提早来用17号到24号的主日来完成逐项的奉献吼。迄个银行的转账汇款是最安全便利哦，会当多加使用。咱的汇款的账号是咱的周背边仔有看到啊吼。好，咱马拉团契有一个圣诞节活动是爱的传递吼，咱经过咱的楼梯吼，拢有看到吼，咱继续来参与这个爱的传递。第8项，2024年月历的春联吼，咱会当来领取吼。第9项，今仔日主日8点要线顶开第8届的圣诞会筹备会吼，请同工来参加。咱第10项，咱伫第9面有咱1月到9月收支表，请大家来过目。第11，咱后礼拜14号是退休传教士奉献的主日，吼，咱要请弟兄灵牧师来正道甲请安，请兄弟来准备心。以上报告。好，今日无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咱来吟尾面的诗，圣诗第398首，愿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
咱彼此请安。